香港養寵物嘅文化越趨盛行，寵物經濟受到重視。特區政府建議修訂食物業規例，計劃容許狗主帶狗隻進入獲批准嘅食肆，此舉打破逾30年禁令。新措施以小步走嘅方式推行，首階段設大約500至1000個名額，預計最快今年6月推出。但火鍋店及燒烤店禁止申請。根據建議，獲批食肆需明確標示寵物友善標示，狗隻需用唔超過1.5米長狗帶控制，餐廳唔可以即場準備狗糧，而且狗隻唔可以坐喺餐台上邊或者使用店入邊嘅餐具。為確保安全，曾經傷人嘅已知危險狗隻及格鬥狗隻犬種唔可以進入食肆。食肆如果1年入邊違規3次，將被撤銷資格1年。措施獲餐飲業界普遍支持，多間餐廳有意申請，認為新措施唔單止為狗主提供更多用餐選擇，提升佢哋外出用餐意願，更對當前經營困難嘅餐飲業帶嚟積極幫助。亦都有唔少旅客表示，將來有意到寵物餐廳用膳，認為寵物經濟大有可為。